善书图书馆哦，好多道教的经典书籍，内容很丰富。云集7000也有。还有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的、天主教的、神学的啦，儒家的啦，鸾堂的啦。如佛道三教加上神学的经典，还有英文版的翻译成英文的书籍，内容很丰富啊，请搜寻善书图书馆。善书图书馆，你看北宋徽宗皇帝还注解《西生经》，日生那个生。淮南弘烈解徐胜，玄真子张志和者。清华宗旨阐究问答，重阳全真重阳王者，重阳教化及王者，立教史理论王者。两个集在一起要折。丘处机丘主长春，天仙状元，丘长春。蟠桃会的蟠。明光及王处遗传，宝光及李治平传，金丹大臣萧平之，徽宗直男陈虚白，若望论司马子为，道法亲传王维一，道书至有土岑造，黄旗新式书少康节，太上玄门早谈功课经。太上玄门晚谈功课经，虚皇天尊出真实戒文，山水仙园路引道迁，山洞群仙路成宝光，青城山际蓬寻天极，太上老君外御用妙经，太上中道妙法。请搜寻善书图书馆，善书图书馆哦。内容丰富啊！太上老君内御用妙经，混元圣迹谢手号。儒家、道家、佛家加上神学，还有鸾堂哦，好多。还有论文哦，大概还有人上传论文。内容很丰富啊！现在念的是道教经典的书籍的名称、作者。通玄真经莫西子注，参同气阐幽诸元玉，参同气促成显为注。还有报护门恩经呢，还有那个经音译的呢。还有类似佛教的呢，经音译类似佛教的报护门恩，是类似佛教护母恩重难报经，还有那个妙法莲华经的嘞，还有类似的了。太上明宝朝天谢罪法忏，吉壤吉康节先生少雍，玄真清规入道河边集，西真年普仪山里道迁，中南八子说新义妙经解，原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，原始天尊说升天得道经。原始天尊说得到了生经，了生洞玄灵宝八仙王教戒经，太上洞玄灵宝福日妙经，太上洞渊说请以龙王经，太上洞玄灵宝进宫妙经，太上感应天间住会洞，开齐经住堂幻真先生。
9黄豆老介沙延伸真经，头脑黄帝阴符经沈雅夫著，黄帝阴符经苍牙氏著，黄帝阴符经元阳子诵，阴符玄解范宜宾注释，洞真西王母宝神起居经，西元真人说神真名符经，太上府为中篇七元真经，500官爵位姓氏总录，冲虚智德真经将译经，五经合编符右上译者，为言摘要符右上译者，住了。穷困白真人及白玉禅，重阳分离石化及王哲，丹阳真人直言是门人，洞玄金玉及马丹阳树，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戒，三宝万灵法忏王手上，养真及白定老人王世端，明真或望宋虚进张真君，三洞众戒文章万福编录，太极真人说24门戒经，出真内容丰富。